自2025年1月初8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遵照上主的命令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第8章第1节到36节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着带阿伦甲伊的囝来我遮，嘛带礼服、汤抹的圣油、赎罪祭的牛犅1只，甲绵油犅2只，无甲饼1篮来，搁调集全体会众来会幕门口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做，会众就聚集伫会幕门口。摩西甲会众讲：下面是上主命令咱着做的事。摩西带阿伦甲伊的囝来，用水甲因洗。摩西甲阿伦穿内袍下腰带，穿外袍他以弗得，搁将其卡的手路织的以弗得的带甲伊下，甲以弗得绑伫伊的身躯，搁甲伊他兄弟将乌灵甲土明下伫兄弟内面，甲伊戴礼帽，伫礼帽的顶面按金牌，互礼帽成做圣帽。摩西拢照上主的命令安尼做。摩西用汤抹的圣油抹会幕甲内面所有的器具，甲因分别做圣。搁用迄个油溴祭坛的顶面7遍，抹祭坛甲伊所有的器具、洗肠的盆甲盆座，甲因分别做圣。搁用圣油倒伫阿伦的头壳顶，甲伊按立，分别做圣。摩西带阿伦的囝来，甲因穿内袍，下腰带，包头巾。摩西拢照上主的命令安尼做。摩西牵赎罪祭的牛犅仔来，阿伦甲伊的囝番手伫迄只牛犅仔的头壳。摩西就杀迄只牛，然后用砖头仔运血，抹伫祭坛顶面4支翘起来的角，互坛清气，将剩的血倒伫祭坛骹，分别做圣，甲伊洁净。摩西搁将牛犅仔腹内所有的油、肝的网丝、2粒腰子以及腰子顶面的油，拢下伫坛顶烧。牛犅仔的皮、肉甲粪，伊拢带出去营外烧。摩西拢照上主的命令安尼做。摩西牵烧化祭的绵油犅来，阿伦甲伊的囝番手伫迄只绵油犅的头壳。摩西就杀迄只羊犅，将羊的血溴伫祭坛4周围，甲羊切一块一块，将头甲规块的肉以及油拢摕去烧。伊搁甲腹内甲腿用水洗清气，将规只羊下伫祭坛顶烧。这是烧化祭，是用火烧献互上主芳芳的祭物。摩西拢照上主的命令做。摩西搁牵第2只绵油犅来，做祭司受祭礼的路用。阿伦甲伊的囝番手伫羊的头壳。摩西就杀迄只羊犅，摕一寡血抹伫阿伦正平的耳珠，搁抹伫伊正手甲正骹的大头母。伊搁带阿伦的囝来，用一寡血抹伫因正平的耳珠、正手甲正骹的大头母，然后将剩的血溴伫祭坛的4周围。伊搁取油、肥的马腹内的油、肝的网丝、
2粒腰子甲腰子的油以及正腿，搁对迄骹下伫上主面前对无甲饼的篮摕一块无甲饼、一块搅油的饼甲一块薄饼下伫油甲正平大腿的顶面。摩西将这个下伫阿伦甲伊遐个囝的手，互因伫上主面前摇摇咧做祭物。摩西对因的手接过来，下伫单顶烧化祭的顶面烧，这是伫受祭礼用火烧献互上主芳芳的祭物。摩西摕羊的胸坎肉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做祭物，这是受祭礼的羊的中间。摩西用得的份额，摩西拢照上主的命令做。摩西摕汤抹的圣油甲一寡单顶的火，浇伫阿伦甲伊的囝以及因的衫，甲因甲因的衫分别做成。摩西对阿伦甲伊的囝讲：你着照上主的命令，伫会幕的入口煮这个肉，甲祭司受祭礼篮内的饼伫遐做伙食。食剩的肉甲饼，恁着烧掉。恁7日久拢毋通离开会幕，直到恁受祭礼的日期满，因为受祭礼需要7日。恁今仔日所做是照上主的命令，为着要甲恁赎罪。7日久恁着留伫会幕入口，每日拢伫遐。遵守上主的命令，恁才免死。上主安尼命令我。阿伦甲伊的囝就遵行上主通过摩西予因的命令，遵照上主的命令。伫新约圣经中，用教会为名来称呼属伫上帝的信仰团体，不过，现今却有真侪人常常甲教会等同教堂、礼拜堂，甚至袂少基督徒也有即种的误解，忽略教会的信仰意涵，是指一定受呼召出来跟对基督的信仰团体。当人的教会观是用教堂做中心，也伫无意中矮化上帝国度的视野，甲信仰局限点主日、当日短短的礼拜时间中间，安尼实在是误解上帝的心意。摩西遵照上主的命令做，显示阿伦和伊的囝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，才对摩西承接圣职。以前，上帝伫西奈山吩咐摩西制作圣幕的时，就讲到要高抹阿伦和伊的囝做祭司。一方面，摩西爱先为高抹的祭司献祭，予因承接圣职；另外一方面，祭司爱了解献祭的条例和职务的规例，才会当侍奉，毋通照家己的喜爱和方式去做。圣幕的特色是通移动的。换一句话讲，以色列人伫前往迦南地的每一段路程，拢有圣幕的踪迹。当因着上帝的应允，调往迦南地移动的时，也会伫无同的地点聚集，搁遵照上帝的命令，伫圣幕前献祭敬拜。2019年底开始，武汉新冠肺炎改变真侪人已经惯势的生活。伫疫情下，全球的教会不得不改变用教堂做中心的敬拜方式，采取以往毋捌有的网络线上聚会。
取代伫教堂内进行的传统礼拜。安尼的改变对教会带来袂小的冲击。当疫情过后，正教会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，就是真侪惯势线顶聚会的信徒无阁倒转来教会。线顶聚会无受空间限制，却也导致真侪人习惯伫网络上游走礼拜，就无意愿委身踮原来的教会。实体敬拜是教会存在的重要基础，毋干若是甲上帝连结，也甲其他信徒以及生活处境连结。若无连结，教会减也是教会。危机往往也是转变的契机。规约中的圣幕是通移动的，当以色列人迁徙到某一个所在，圣幕也会缀缀徙到迄个所在。伫规约中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常常以命令的形式颁布。伫新约中，上帝对教会也有一个计划，就是伫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。今仔日的教会确实需要空间甲硬体设施，总是对着建筑成本哪来哪悬，建造教堂的需求也成做真侪教会的沉重负担。实体的团契生活和组织敬拜，原本是教会存在不可欠缺的形态，但是经过疫情的冲击，真侪人转做线顶聚会了后，教会要通安怎改变呢？教会是毋是会当无用建筑物做中心来思考，是诚侪亲像圣幕共款，通因着人的移动，也缀缀做伙移动的信仰团体。默想，教堂是毋是等同教会？假使毋是，我的教会伫倒位咧？教堂是毋是等同教会？假使毋是，我的教会伫倒位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透过耶稣的救赎，将阮自集伫地上成做教会，同齐见证你的恩典。恳求你，互我搁较了解你的心意，互我和我所属的信仰群体，拢会当遵照你的命令来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